来强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提摩太前书4章12节到15节至16节。12节，无伫因为你的少年，互人看轻，着伫讲话、伫行做、伫仁爱、伫信、伫清气，做神的人的模样。15节，你着得以专心伫遮的事，互你的进步显明伫众人。着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教师，常常关心伫遮的事，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的人。愿上帝赐福听透伊的话，甲过去行的人。